其实我们都看见了，不是你推他的，是他自己下去的。如果你们都看见了，可以帮我作证吗？我？你还会相信我，乔晋凡？你根本就不是来雪的对手。我就是想看看明天那个假记者会做什么样的故事来配今天的图片呢？明天我们就是全城最牛的狗男女了。来，东西怎么样？明天有什么打算？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来这儿。我不是问你为什么会来这儿，我问你有什么打算，要怎么报仇？报什么仇啊？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们？就因为我早知道，那个来雪想抢你的未婚夫，因为我早就知道你的未婚夫早就背叛了你，因为在法国的时候我早就想告诉你，但是你没听进去，因为我觉得内疚，我觉得自己有责任。你满意了吗？来雪，来雪是你妹妹，是个野种。所以你在法国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，那个凤仪是来雪的妈妈，她不是林天的妈妈。你既然早知道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你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啊？这事儿我也有责任。我们也没想到来雪用这么厉害的手段。那你们是不是可以帮我作证啊？你们帮我跟林天说啊，解释清楚，就说你在法国知道的事情，行不行啊？你的林天他不会听你的。为什么？当一个男人在那么多人面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，就是代表他想跟你彻底的分手，明白吗？不会的，林天他不是这种人。我求你了，乔金帆，你能不能帮我跟他解释清楚？你给他打一个电话，就说我没有推来雪，还说那个照片是你弄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乔金帆，行不行啊？你能不能帮帮我？啊，谢谢。来，婉晴，来这边。请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这边。你真的让我去见乔老太？既然要我帮你，就按照我的路走，要不然你就下车。喂，你不是说带我去见你奶奶吗？你骗我也就算了，还骗我妈。我英雄救美，勇救佳人，你却一句谢谢都没有啊！我妈人呢？我让阿创把她扔路边了。你这么对付她，她会骂死我的。为你妈对你那么绝情啊！你试试幻想一下，一个疯女人傻不拉几的站在路边抓狂。你不觉得很搞笑吗？你不觉得很开心、很兴奋吗？想想看。那倒也是。当然了。可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哦啦啦！人家现在以天涯孤女的身份来控诉你，
夏婉晴以富家女身份仗势欺人。如果你想打赢这场仗，是不是考虑一下改变你的形象？别老是摆出一副可怜兮兮、受人摆布的样子，谁理你？如果你离境了，你就永远翻不了身。我才不会让那对狗男女控制你的命运。行了，自己选选吧。我去洗个澡。开锅。哇，还没换衣服啊？我觉得每一件都好贵啊，根本不适合我。没错，只有你这身狗屎才适合你。怪不得男人不要你。有钱却不懂打扮是罪过。其实我看着你这身打扮，真的挺像你妈妈的。你带我来就是为了羞辱我啊？请你尊重一点好不好？我是来帮你报仇的。还有，请你配合我的计划。要不给我马上穿上衣服，要不马上给我滚蛋。不然就按照来雪的要求，马上离开中国。你干嘛？脱我衣服，流氓！我帮你脱衣服，帮你穿衣服，好帮你试衣服。你以为我想干嘛？就凭你？醒醒吧你！你在干嘛？我弄吃的，这是我家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不是去会情人了吗？我改主意了，想回来看看你。做饭的阿姨呢？放假。那家里只有你跟我2个人。还是拿这个吧，拿这个吧，这个安全。你会做饭吗？必须的，看清楚。微波炉，搞定。你这样弄会吃死你自己的，不如交给我，我来吧。你会？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给你一个大惊喜。你还站在这干嘛？看着你啊。我在做饭的时候最怕别人在旁边看着了。你想对我怎么样？我想去方便，请。啊，果然是有大惊喜啊！以免你下毒，长高。我怕你有传染病。知道为什么你的男人会不要你？就因为你这样的态度。唉，还是让乔老师给你指点一下迷津吧。男人呢是主动性的动物，他最不喜欢被人安排。男人就想听一句话，就是他最想听的那句。没有条件的男人才不会拒绝。外面花花世界为什么要专一？正所谓留作宝书音，追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还有，男人是个视觉型的动物。
老去了以后，我不敢有太多奢求。等你很久了，用心去证明别动。多年后还唱这首歌，放你的别动。味道。终于等到你了，小燕。耶！妈，你以为我想干嘛？非礼我。想得美。早上好，乔总。喂，欢迎各位大哥回家。昨天晚上有蟑螂的时候都去哪儿了？这家里有蟑螂？不可能啊！继续。好。去哪儿啊？回家。回家可以，把话留下，东西放下。过来。留什么话？承诺。现在你是我的未婚妻了，虽然就是名义的，但是还得要对我负责的。对你负什么责啊？首先呢，不可以关机，不可以不接电话，不可以不回短信，不可以玩失踪。一天24小时，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你。一天通话3次，早中晚各1次。哦。还有，不可以跟别的男人走得太近，不可以玩暧昧，不可以被媒体拍到亲密动作。如果有人追你，不可以答应，不可以搭理，不可以联系。我尽量。不是尽量，是必须。还有，心里不能想别的男人，想都不能想。连这个也要管啊？我怕你的演技太差，会露出马脚。无聊。这句不是我想听的。那你想听什么？这句也不是。神经病。男人只想听到的那句话，就是他最想听到的那一句。好吧，我记不住。别太想我。再见。嗯。